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31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宝林食物中毒的案件，今仔日增加3例，累计已经有31例，2个人死亡，5个人还在加护病房。因那交好调的2例，初步判定是无牵连。今仔日气象署针对7个县市发布大雨的特报，大雨造成桃园机场飞轮起万分，树林甲淡水嘛发生失电的情形。金门松义机场早起大雾取消航班，千外旅客受到影响，小三通嘛宣布暂时停航。咱继续来关心宝林地色食物中毒的这个案件，目前是药店的关卡。今仔日新增加3例通报，累计已经有31个个案。其中有2个人死亡，5个人还搁伫咧加护病房，目前情形是无啥乐观。也那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表示，远东百货公司信义店轻症的病人有12个人体内验出米甲菌酸。也那去药店用餐了后，身体无爽快，这2个人是验出阴性，初步判定是无牵连。即间伫台北市饶河夜市啊宝林咖啡馆铁门已经又来暂停营业，因为进前有2个人去宝林地色饶河分店食咖喱真冬几啊条冰冷茶了后，也发生疑似食物中毒现象。不过经过检验了后2人体内并无验出米甲菌酸。今天早上收到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是，他有做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检查哈，那确认哈这个诊断哈是所谓的感染性的肠胃炎哈。台北市远东百货信义店宝林地色食物中毒案件继续扩大，到32日下晡5点为止，卫福部总共接到31例通报，其中2例死亡，有5例住伫加护病房，其中1例已经转好，其他4例因为拿病变医院昏迷不醒，1例还搁咧装叶克膜抢救。另外，病人检体中，搁新增加4人验出米甲菌酸阳性。目前验了4位都是这个米硝菌酸的阳性。宝林的饶河店那2位都没有验出，所以我想这个事件看起来两边的这个事件是不相关的。不管是水源啊哪里好，看有没有一些这种米硝菌酸有没有存在。我想每个细节，包括食材，包括环境，应该都要验啊。王必胜强调，宝林地色现场采集35件检体，其中几啊条香兰油、在来米粉、豆油等5件检体，米甲菌酸拢是阴性。个患者的几啊条也拢已经用完，无法度检验，不过医院高度怀疑是这批几啊条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宝林地色食物中毒的这个案件，即马百货公司的美食街业者嘛宣布，只要3月17至25，捌去过远东百货公司信义店宝林地色用餐的民众，拢会当摕迄天的发票专业退钱。在专人引导之下，民众准备退钱。宝林食物中毒案件继续关卡，即马远北家美食街业者也宣布，那3月17到25有去宝林地色信义食饭的人，有迄一家发票证明甲身份证件，都用全部退钱。为了避免消费者有更多的疑虑，所以我们就先不管顾客有没有真的身体有状况，只要是您希望要来退款，符合这一个条件跟消费的资格，我们就会做全额的退款。根据台北市卫生局调查，目前宝林几啊条源头厂商大阪城产品伫台北市已经全部回收。包含用的酱料、分装制品有8间业者10项制品，其中在台北市有3间。台北市供应商大部分的酱料甲原料品项是为国外进口，而且定向伫边境控管协助。到3+3项，在外县市我们即刻联系了外县市，来进行稽查。那有1家1项，我们请中央不只是能够就边境的管理来加强，那我们也会持续追查下游相关的制程生产的过程。另外，台北市府阁发现宝林 A13分店的2张保单过期，其他3间分店也拢是欠保费被注销。目前 A13分店重罚200万以外，其他3间分店会一案一罚。远东这张保单已经确认有涵盖的范围，那我也跟各位报告过，这张保单的保额有数亿元哈，所以应该是可以就是覆盖这一次损害的范围哈。但如果西安东京的这张保单也可以涵盖到宝林，好，那这样子它的整个保障的额度就会增加。台北市府除了伫卫生局外帮手下设宝林食品中毒专区，提供民众相关资讯甲信息。若出现任何无属时，拢卡124点钟食品中毒专线，会由专人进行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宝林地色是按的这个风波，影响民众对米制品的信心。
伫屏东甲台南卖粿啊，抑个有米台目的贩啊，生意嘛受到影响，有甚至一个手生意落5成。即马台南市卫生局查到4间业者，因为无法度提出健康检查的报告，抑个有其中的3间是欠进货来源的物件，或者若是无合格，会以食安法来裁罚。卫生局另外来考察是测冰箱温度，要确认餐厅的粿仔调整食材，放的环境是毋是有啥物问题？未能出示工作人员的健康检查报告，还有3家业者没有办法提供板条采购的来源证明。那卫生局已经令业者限期改善。我都提供食材来源的物件，互查也未过，应以10万块处3万到300万块罚款。健康检查报告互查无合格，更加使处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虽然卫生单位加强食安的检查，也毋过粿仔条、米台包这物件销售量已经受影响，减少2成到5成。差不多有一半了。点头2成有啦。2成。啊，你若讲因点头，可能差较侪啦。市场的业者随时拢查到卫生局抽验单，证明食材无问题，要人希望政府赶紧找出这个真相。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对一些菌啊，或是一些有毒素的东西，我们不了解。那是不是希望像这种情形，像这一次，你要找出到底是真的板条还是木？现在板条我不太敢吃啦。对啊。怎么说？是因为那个？是因为那个新闻那个，对啊，最近板条不晓得卫生引起那个什么那个4个字的。食安的风暴一件搁一件，民众真烦恼，业者是受冲击。不过希望代志赶紧查清楚，互大家食得安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湾北部受到风面的影响，各地是拢落正大的雷公雨，嘛造成桃园机场飞行机的机组慢分，也阁有6架飞行机换去小港机场降落。今仔日大雨伫咧台北市内湖造成几个所在路边的树仔倒去，也若伫咧树林甲淡水嘛有发生失电的情形。目前气象署是持续针对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嘛提醒民众，即马方面外来较会有低延时的强降雨，按算明仔下半晡方面离开了后，雨就会较少。桃园机场的航班自行看板，因清楚看到，对下晡2点过了后，航班拢显示时间改时。因为台湾北方甲东方的区域天气真歹，大雨是一直下来，雷雨暴影响航机的飞行路线。也有拄到飞行机的旅客讲，降落进前半点钟，敢若像坐飞天车相款，真游真海。大概可能有20-30分钟，半个小时。接近台湾的时候。对，接近台湾，对。然后可能这在上空滞留，一直没办法下来。因为天气真无好，包含巴德航空、深圳航空、东洋航空、虎航加新武航空、全日空，总共有6架航机转降落到小港机场。另外，台北市下晡雄雄风真透，也落大雨，内湖区路树因此被吹倒去。成功路4段167项也因为大雨，树仔对边坡出来，造成经过民众手受伤。台东市受时港应该互强风吹甲要落。马兰派出所协助做交管，做完交管之后，请他们找公班来马上处理。气象署下晡继续对上北桃园新竹县市甲苗栗县发布大雨的特报，并且提醒方面接近较有短时间落大雨的情形。这个雨势都是一波一波的，那这个大部分都是在通过中部以北地区。另外，台北市的树林区、新北淡水也拢因为雄雄的天气变化，包括发生停电、台电关键伫抢修。气象专家是提醒，4月初以外方面继续通过台湾，尤其是顶半天附近台湾水汽源真衰。可能还有一小波残余的这个封面的水汽会再通过，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不会像这个今天早上那么的强。也若山内有4天的清明连假，气象署也提醒，拜2、拜3是较袂落雨，也过拜4清明时阵，又过另外一波锋面接近，到时阵北东部的水汽会增加，气温下降，天气也变较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每一年3月份至5月份这个期间，金门是真熬大雾，较会影响海路也有空中的运输。金门的樟宜机场今仔日早起，因为规个是雾蒙蒙，能见度干咱200公尺，所以取消16个机抓，有1244个旅客受到影响，也有超过2000人排队咧等。小三通嘛，伫个早起宣布停航，虽然是影响300多人，到下晡虽然是有暂时恢复通航，不过2点20了后又搁决定停驶。提醒民众，若是要往回金门，都要注意飞行机也有准邦的资讯。
机场大厅拢是人，真侪愈加，挂大包小包的行李咧等，而且登记候补的民众也真侪。边电子看板顶悬，因看到等待叫号的人数，卡不到都是数百人。要回台湾扫墓啊，那店有雾的话，就要在这边。我们从早上等到现在，预计就是早上就到台北，我们是500多号。民众接无单，干那用伫机场咧等，结果位无够，有人爱坐塑胶椅啊，而且为机场看出去规片雾茫茫。机场附近甚至到市区也全部拢予大雾打掉咧。金门地区为8日半暝开始就出现大雾，到拜一早起能见度就200公尺。上山飞金门取消6班，拜一下晡华信起飞进前向机场关场，予后续6航班直接关起来。另外，金门飞到上山是取消5班，关7班。礼拜4到的时候，当下可能就是可以先预判一下，大概可能会有多少几率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样子，可能就是变说不会玩那么久，就是可能隔天就回来了。除了有航班取消，小三通也同款受影响。港务处宣布，金门澳通航线拜一早起暂时停驶，影响300多人。到拜一下晡1点，虽然底站开放，不过到3点40分过后，佫暂时停驶。因为海岛型气候影响，每年3月到5月拢是金门雾季，常常传出大雾影响海空运输的情形。民众都要随时注意相关的航班存放资讯，避免行程继续延误。记者综合报道。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郊区的一间军火库，在当地3:30暝的时阵，凶凶发生爆炸。消防人员赶去现场的时阵，爆炸的声音是还无停歇，因是赶紧把附近的居民赶紧疏开。初步的调查，那亲像是因为军火库内底火药，因为是过去的化学物质无稳定，才会爆炸。黑暗中，大火一直烧起来，也有爆炸声音，让民众惊到要死。印尼首都雅加达郊区的一所军用的弹药库，伫当地30日深夜，凶凶发生爆炸，大火甲天顶就敢若日时共款，伫几啊公里外，拢会使听到真大声的爆炸声。Kekhawatirannya karena situ kan ada peluru-peluru yang gede itu kalau mungkin ya nggak tahu arahnya kemana itu kan kalau granat ya mungkin dia meledak di tempat gitu yang dikhawatirkan itu yang peluru gede-gede itu。附近的民众一开始以为爆炸声音是放烟火，也是地动，一直到警消人员赶往现场，民众才知影讲是军方的弹药库爆炸。有大火一直引发其他的庆弹爆炸，爆炸声音真大声，警消人员有时无法度接近拍火。初步调查，爆炸的仓库无电通用，引发火灾原因，可能是过期的庆弹稳定度不足所引起的。Kami menganalisa bahwa ini karena munisi yang sudah kadaluarsa, yang sudah dikembalikan dan kami sudah membuat surat untuk penghapusan sebenarnya dari awal tahun kemarin. Tapi karena ini berproses, kita kumpulkan dulu, kita rapikan satu persatu, sehingga ini kemungkinan adalah karena seperti bahan peledak kan bahan kimia nih, yang kemungkinan sangat labil saat ini. 加在无传出人员的伤亡，当局也赶紧疏散附近的民众，另外也提醒民众，莫无任何可能爆炸过物件，避免发生第2摆危险。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镜头转来咱国内，明仔4月1开始，就要实施新的电钱的计数，民生甲产业用电拢会起。因用电价要压悬，做食业者讲，目前因是也唔敢起价，敢来当家己较省电力。另外，影响民生用电起价，嘛有袂少民众去设电器的展览，希望当甲厝内食电食真爽的电器换掉，换较省电的。这部分的省电的话，可以让我们实际在使用的话，可以再节省1半的电费。每年3、4月拢是国境家庭业者推出新的冷气机的时间，不过今年想要吸引民众来买，节能省电这4字就真重要，因为对4月1开始，国内电价全面起价咯。本来店可以开比较多盏，就就是关越来越多这样子。冷气啊，旧家电换掉啊，要不然就换灯泡，该开还是要开啊，但是就是换成变频的啊。销售量是冷气排行榜算是第1名，第2名算是电冰箱，尤其下个月电费要涨价，所以家里有老旧的或是有要新购买的，都会以一级节能家电的产品为主。电价起价意外带动节能家电的需求。以来年即摆调整价格的电费来看，每个月用电量700度以下，起伏大约是3%到5%，平均每工的电费贵4角。用电701度到1000度起7%，每工爱加4块4角。用电超过1000度以上，一工爱加20块6角。
以热天每期电费为例，假设每一期电费是4500，每个月大约是2300，用电量大约700度。调整了后，每个月增加99块。那每个月用电大约是330度，一个月电费会加21块。那民众想要省电，较无咧起价小食店，除了减少开电费，就连电风也唔敢咧开。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尽量少用电这样子。用累积电价涨到4块、5块、6块的时候，那个电费都是基本上是加差不多1倍的，很恐怖啊！我们都很怕这个电价的。原来这个产业用电年用电量达到5亿度以上，2年平均正成长的用电大户，起伏是25%。台电公司国际燃料价格大起，过来才会起电价，不过电价也比其他国家较俗。也不过电价起价可能带动的物价波动，民众也是真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响应国际宠物日，台北捷运今仔日下晡伫淡水信义线推出活动，因加开几啊班动物派友善列车，互看守的动物派会当免关伫笼仔底，做回来搭捷运。捷运车厢内底一摆出现真侪狗仔。伫去年7办宠物的专车了后，台北捷运今年佫再规划响应国际宠物日，推出宠物友善的列车，吸引真侪有饲狗的人，带家己的狗仔来坐车。可能会想要跟主人一起玩，然后他之前在笼子里面呜呜的声音，就希望可以想要出来这样子，对，然后他今天就很高兴。之前都要用这种车子载着，对，没办法露头出来。去年是报名制嘛，然后就是有限额名额，今年就加开了很多班次，可以让毛小孩可以不用被关起来，因为他其实不是很喜欢这样被关起来，因为他现在1年1次嘛，看到之后可能每季或每个月的话，可能更好。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也坐这列车，甲狗仔咧耍，狗仔唔免关伫笼仔内底，是要有用锁啊牵条咧。有派这个狗大，就使直接趴伫主人身躯顶休困吹冷气，也甲其他的狗朋友做伙耍。也那鸟仔列车加装车厢甲车厢中的这哪吒，每一台宠物友善的列车拢会加派兽医师、宠物行为训练师甲保全这工作人员，提供旅客必要协助。去年也是有猫有出来，那出来的猫大概都是出现炸毛啊，然后整个很紧张的一个表现，甚至我们还看到它在车厢直接就想飞起来了。对，所以今年的分开，我觉得是比去年有更好的一个安全措施。今年推出的4列车16个班次，那参加的民众也都不需要报名，那我们每一个站都停靠，我们会持续收集一般民众跟这个事主的参加的这样子的意见。目前说明，宠物友善的列车拢是伫固定时间以外加发的列车，袂影响到一般乘客权益。也若未来是毋是有宠物友善的列车更加接开，也是讲开放其他宠物的类型，八节回应会阁收集相关的意见，进行后续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是咱台湾种仙草第2大产区，其中红骨仙草是最上香真有特色的农作物。为了让民众认捌在地农产品，乡公所举办食农活动，让大人甲囡仔烫赤脚，做伙来体验。大人甲囡仔伫田内底，生甲规身躯拢是土霾。为了要让民众接触自然环境，嘉义县最上乡举办认捌仙草的食农教育活动，不但带民众认捌仙草，阁让大人甲囡仔伫仙草田内生土霾。没有遇过啦，然后也没有玩过，就是让小朋友体验不一样的。虽然是做垃圾，不过生甲做欢喜的啊。好不好玩？好玩啊！最上乡公所指出，这是台湾第2大产区，而且拢是用友善的方式种植，所以除了教民众认捌仙草，嘛传达友善对待土地的重要性。种仙草上好的时机点就是伫咧3月中旬到4月初，嘛要互咱透过这个机会，互咱做侪大朋友甲小朋友会当知影讲吼，土壤台湾的土地是吼生育我们的一个土地。有囡仔知讲这仙草安怎去种啊？伊的这个产地伊的来源是安怎？会使互咱这个囡仔会使愈来愈对咱这个生态环境来对更有一个帮助。身躯浸伫土霾内底，用土霾粒球来比赛。囡仔的面虽然拢是土霾，但是拢笑甲真欢喜。现场的家长讲，即卖囡仔有闲就是耍电脑，也是手机啊，会当有机会感受较早庄脚囡仔耍的物件，对囡仔嘛是一个真好的体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
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7度至29度。还有未来这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